第三下先起啊嘛。係啊，就係㗎啦。嗱，第三下開始第二下差異開始第三下上手，第三下起3咁樣。抹腳上手一齊做嘅。喂，抹腳大家，喂。變完先嘅1、2、3就上。變咗先就。變完1、抹腳你哋可唔可以同一邊腳啊？一個喐左邊，一個喐右邊。邊個喐入邊你講？邊個喐左邊？喐邊隻腳？左右啊？應該喐左，應該。右。唔係喎，咩事係喐咗？係啦，手腳都係嗰邊啊嘛。隻啊？唔係，全部都係右邊，因為隻手係開啊嘛，右手開啊嘛。右腳嗱，記住啦，右腳咁樣，跟住兩隻手一齊。永不變1、2、3、4。你哋個拉最後尾嗰隻手唔啱。好啦，今日第3次啦嚇。其實中間呢度可以4、2、3拍，5、2、3唔使咁6、2、3拍，停。應該係卡啦。即係你行前行9條半鐘啊嘛。你卡啦俾我影到，我先知道你哋啲腳啱唔啱啊！翻去睇嗰陣時已經。其實陣間咧，反而影一個咧，一個人去做，清晰嘅，或者 miss。咪叫阿 Miss 做咯。Miss 一次啊。係啦，一邊教，即係當係未學過嗰個。講手勢講嘢咩？做咗 miss 喎，你今日啊！1、2、3、4。
完就行㗎啦，嗰4步。好似快咗啲咧。誒，錯腳一個，佢錯腳。我遞錯咗隻腳，唔係啱咧，即刻話俾你聽。永不變，1、2、3、永不變咯，永不變。3就起橋。我唔係老師，我係八公主。玩嘢係嘛？再嚟個，嚟啦嚟啦！預備1、2、3。1、2、3、4、5，方面領導7，跳。雞啦，嗱咪聽，但係咪係名㗎嚇，都係名㗎嚇，都係一個 T 字位嚟嘅，係啊，一個7嚟嘅。7啊，7。嗱 T 字位嘅仲係跟住。8一齊跳。跳就直嘅嚇。不過我哋已經撞凳喎，得唔得？
準備。而家係咪由台開始跳啊？係。永不變，1、2、3、4。喂，開燈啦！開燈喂，咪影唔到 video 喎，大佬。天快樂，多謝，天天生日。哇喂，你試過一年嘅生日切咁多個蛋糕未啊？你切咗咁多個蛋糕，你開唔開心啊？乖乖啦。係我最中意嘅天使蛋糕。係，唔係有魔鬼蛋糕嘅咩？有個魔鬼，嗰度有個天使。係啦，吹啦，睇個月未啊？好嘢！希望我哋快一嚟好成功。好啦，切蛋糕咯，喂，做乜事啊？冇電啊？開燈先，係。小心啊！我驚佢仆親啊！好，行過去啦。你驚我咁樣啫，不過我唔會，因為個蛋糕好食嘅。我哋同阿天天影張大合照先。好嘢！中間，呢度嘛，呢啲係中間。我都想機影埋佢啊嘛。嚇？或者有魔鬼同天使啫。阿天天，你今年總共切咗幾多個蛋糕啊？咩鬥多而家話？係咯，真係。暫時兩個都同你一齊。係，哎呀你真係好彩啊啫！真係。你見到我食唔落啊，可以慳翻，唔使減肥啊嘛。真係榮幸啊！真係。睇你食啊！嚇？食啱唔中㗎，我唔食。係好食㗎，好食㗎。2、3、4，誒，撳咗㗎咯喎，1、2、3、4。
喂，大家睇住隔離嗰個喺呢度。喂邊啊？係啊，個街磚咯，咁啊街磚咯。象真位。我諗如果唔好行咁大步咧，你個時間就會鬆動啲咯。秘沒埋啊唔係咩？啊唔係啊永不變1、2、3、4。再嚟個，再嚟個。1、2、3、4。1、2、3、4。嗱，預備啊！好啊，你有事業啊嘛？喂，正經啲，永不變1、2、3、4。天天，唔係啊，佢撳歌啊。
家唔使咁樣。有啲人歪咗咧就撐船係直嘅，有啲人就再繼續撐，即係叫做撐船，跟住直跟住左右前後啊，有啲人我都有時所有前後前後撐兩邊就直㗎啦，前後。啲人邊個？做咩個個褪晒後邊啦？我識啊！阿 Lena，個個識啊，逐個嚟啦。喂，鬧交啊！而家跳舞啊，大佬！係 Patty，邊啊 ？Tommy，係啊，好啦，到翻嚟啦。喂，我晚晚都前面喎。即係話我前面啲後邊，前邊中間。啊，真係。喂，後邊嗰啲全部識晒係咪？依家逐個跳啊！好啊。我唔係，我中間嘅。好啦，預備開始啦！永不變。本來呢次咧可以收工噶啦，你哋知咩事啦？自己跳，嗱錯咧自己跳啊，老師啊！快啲動作埋啫！我哋好嘢喎，佢錯咗，我哋唔理佢喎。如果當日我哋有啲咁嘅人咧，我哋大家同學讓開，俾自己跳一次。阿 Tommy 未試過俾咁多女圍啊，所以有啲腳軟啊。準備，嗱，照錄㗎嚇。三秒啦！永不變，1、2、3、4。笑嗰啲揞住個嘴啊，唔該。喂，大佬啊，我擺上去㗎，你認真啲好喎。咁你咁咧，佢啲打功夫咁啊，你自己老實實講啦。啊，雙手喐，係啦。你係一隻手。好難走佢啊！喂，你而家得一條仔喺度咋？你哋好珍惜啊！好難頂啊，大佬！你直情師兄，你成瑜伽咁去。會，好啦。好難整，我話得走去。笑死我！真係，先啊嚟㗎。嗱睇我哋玩得幾開心。嗱，我哋日日嚟練歌咧、練舞咧，都係咁開心嘅。1、2、3、4。嗱，佢哋依家錯咗都識得追翻，錯咗都識得追翻啊！以前係追唔翻嘅。
個手唔撐嘅。唔差啊，幾個都冇撐隻手。唔夠搖啊！我要去啊！我哋去啲學習好玩嘢啦！另外4件，另外啥？嗱自己留意翻自己上去留意自己睇翻自己啊嚇。冇啦，齊啦，都好似快咗啊！三件啦，留翻啲啊！留翻啲陪我啊！物中一轉，咩啊？轉咗翻啲陪我啦，買住一三個人講嘛，三四咯，係咯，唔使逼。預備啦嚇！ 1、2、3，永不變。1、2、3、4。喂，你唯一嘅男士，你唔好笑人啊嚇！一陣間走咗，捉你哋是第一個。走啊！你真係當你自己女人嚟㗎？喂，依家參與之中啊，大佬。我當你係參與㗎喎。預備。永不變，1、2、3、4。個個趕住收工啊，特別努力啲啊！好啦，大家醒醒目目啊，自己翻去留意啲 video 練歌啊，唔係練歌喎，練舞啊！